台湾对2018年开始已经达到高龄社会的标准。专家表示，在2025年的时阵，台湾得正式变成超高龄的社会。随着社会平均年龄的提悬，伴随着相关病症会慢慢出现。新台病院高龄医学部的主治医师赖博轩表示，平常时会当透过简单的检测来看卖家己是毋是有肌少症还是衰弱症的症头。以前生活功能可以自理，可以自己洗澡、自己上厕所、自己上下楼，却发现慢慢的开始不能走，需要拿拐杖辅具，甚至说上下楼梯也有困难了。你洗澡、大小便也都出了问题了，像这些都是衰弱的情形。衰弱跟肌少症两者常常互相影响，像这些刚刚提过的老年病症候群，都是彼此会互相影响，甚至恶化彼此的状况，甚至会让本来的原有的共病症，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越来越恶化。医师表示，衰弱症和肌少症随着年纪的增加，嘛会提悬着病的几率。所以除了自然老化以外，平常都要注意营养，还有加活动。伫咧平常看电视的时阵，嘛当动骹手，做一寡基本的肌力训练。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只要1个小时久坐不动，就会增加1/3肌少症的机会。所以在这边会鼓励各位长者，看电视的时候就站起来。动一动，或者即使看电视的时候，脚抬高，撑个10秒，放下来，然后这样一只脚做10下，都是很鼓励高龄长者，即使连看电视或者坐着，也都是可以运动的。新台病院2020年已经成立高龄照护中心，会当提供一站式的老人全面性的评估。赖医师要提醒大家，若是有发生功能衰退问题，应该赶紧来看医生，接受全面性的评估，降低失能的发生率。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